他破坏他每天的练球，还是说他有激烈的运动，他是去浸在冰水里面，让他肌肉恢复，让整個疲勞恢復度加快速度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Ken 啊，喂，我又嚟咗台灣去做直播啦。咁啊，而家係2026年咧1月5號啦，係啦，即係今年嘅第一個即係衝出海外嘅直播咧，就選擇去咗做台灣啦。係咁啊，企喺呢個位置啦，台灣嘅一個hit 人物啦，係啊，即係其實我自己咧都係為咗嚟呢度咧自肥嘅，因為呢對襪咧真係着得好好着，就而家呢對最新嘅襪係啦。咁啊，今日我有啲咩想同大家分享咧？嗱，2026啦，大家除咗大家即係學生們啊，或者大家可能打工仔啦，都想去有個新方向咧。其實老闆們咧都係問咗我一啲問題出嚟，佢話：阿 Ken，其實而家存在喺我哋嘅網上銷售，除咗有網店係啦，或者即係網店簡單嚟講就係透過短片同埋廣告去促銷啦，以及做直播之外，仲有冇第三個模式去做咧？咁我話其實我喺2025年嗰時候咧，都已經同 Facebook 團隊嗰邊咧都新出嘅一個廣告模式咧，都俾我去試到一啲嘢出嚟。嗱，簡單嚟講就係作為品牌方嘅老闆啊，你自己開網店，當然你要上架啦，係咪？你有自己網站出嚟啦。咁但係又好似即係好多老闆其實都唔係好願意出鏡，即係 present 得唔好啦，又或者不斷都係用翻自己嘅自流量，你都會有個樽頸位去到呢度出嚟。咁最新嗰個廣告模式係點樣做咧？我哋叫 partnership ads 啊，即係一個叫做伙伴嘅廣告計劃。假設老闆們有自己網店 ，OK， 咁今次輪到佢唔使有自己嘅 fan page 或者唔使有自己嘅社交媒體啦。調翻轉，老闆們可能送呢啲物俾100個台灣嘅 KOL，OK，喺佢自己嘅平台度出個 post 出嚟。好啦，咁然之後點咧？老闆就可以透過呢100個嘅 KOL 咧，去幫佢賣廣告，去翻佢網店賣，係啦。咁呢種模式咧係存在緊第三種可能性出嚟。咁我自己其實喺2025年10月度開始自己實驗呢件事情，有3個 KOL 係啦，將佢哋自己嘅網站自己嘅 IG 或者 Facebook 咧做完個廣告咧，做完個內容咧，我幫佢賣廣告，射翻落我自己網站去做，成績都係唔錯嘅。咁呢樣嘢咧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去做啦。因為其實存在喺呢件事情度咧，你要知道咧有3贏。第一就 KOL 本身咧，自己本身就冇可能個個都會有網店，呢個係好老實嘅一件事情。因為佢哋想拍片，佢哋想做內容，佢哋淨係不斷想拍片做內容而得到一個收入出嚟嘅啫嘛，係咪？你叫佢去開網站，可能就唔係佢自己初心啦。好啦，調翻轉老闆又係，老闆咁啱又係，其實佢就係要銷售，但係輪到佢唔想就係做內容啦，係嘛？你聽唔聽得出呢個分別喺邊度？咁兩者之間咪可以合作咯，做 partnership ads 咯，所以個名都改得幾好嘅 Facebook partnership ads 就係兩者都有互補翻佢哋自己嘅長處出嚟。咁當然由老闆幫手去賣廣告，射翻落佢自己網站去度做啦。咁我點解話3贏咧？其實3贏原因就係令我哋嘅觀眾消費者都係3贏嘅，因為可以睇到一啲咁優質嘅內容，但係調翻轉可以亦都係網上度去買到佢哋嘅產品 ，OK。咁最後3贏就係咁解啦，消費者都得到一個好 good 嘅質素。如果唔係咧，單從喺品牌商製造嘅內容咧，其實真係一定好容易去到一個天花板或者樽頸位嘅。調翻轉作為一個 KOL 咧，佢自己又冇網站，好嘅內容又投射唔到俾我哋觀眾喎，見唔見到啊？嗱，三者之間咧達到一個咁嘅3贏咧，其實我都係好專注，想喺2026咧去講多啲呢個方法係點樣去做。嗱，詳細點樣去講咧？咁我2026都會逐個將我見到嘅 case 去話俾你聽啦。起碼你哋至少有呢個概念，去知道點樣做。咁如果詳細都真係想知道點樣做咧，想喺我喺香港嘅時間可以同你哋見面咧，請喺留言話俾我聽。OK，咁我亦都會主動去聯絡翻你哋，睇下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做好啲嘅，好冇？希望下條片再分享更加多資訊俾你哋。拜拜。